结束了。刚刚的画面好极端哦，就有看到有些朋友不会动哎，去听音乐你们怎么不会动呢？你们在看电视哦，原住民电视台哦，听动一下嘛，要拜拜，不是很好 enjoy 嘛，就是这样。又没有办法转台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有心事吗？我跟你聊聊天嘛。